愛潑斯坦嘅性醜聞大家就聽得多啦，大家都知佢係美國嘅億萬富豪，大部分人關注嘅就係佢身邊仲有幾多個頂級富豪同埋權貴牽涉喺呢件事入面。但係大家有冇諗過，點解所有嘅頂級富豪同埋權貴都同佢交往呢？會唔會佢係出身豪門？咁就錯啦。愛潑斯坦出身喺一個好普通嘅家庭，咁佢到底係用咗啲咩手段，令到佢可以由一個窮小子搖身一變成為億萬富翁呢？佢嘅故事就要由1976年開始講起。23歲嘅愛潑斯坦係紐約著名嘅道爾頓學校嘅一名數學同埋物理老師。有一日，有一個學生家長就邀請佢出席喺曼哈頓嘅一間畫廊嘅活動。愛潑斯坦最初係婉拒嘅，話自己好少出門，但最後都係應承咗。就係呢一個決定改變咗佢嘅一生。就喺1976年初嘅某一晚，一頭亂髮嘅愛潑斯坦就出現喺曼哈頓嘅一間畫廊嘅活動。喺畫廊入面，愛潑斯坦就偶遇咗另一位學校嘅家長。呢位家長就聽聞過呢位23歲嘅年輕人有驚人嘅數學天賦。呢位家長問佢會唔會考慮喺華爾街揾份工作，愛潑斯坦就欣然同意。咁呢一個家長即刻打咗個電話，呢個電話係打俾佢朋友投資銀行貝爾斯登嘅高層格林伯格。呢位朋友就同格林伯格講，愛潑斯坦喺道爾頓學校簡直係浪費時間。格林伯格就邀請愛潑斯坦去到佢位於曼哈頓投資銀行嘅辦公室。格林伯格對佢嘅印象深刻，雖然呢個年輕人對華爾街嘅運作一竅不通，但係格林伯格拋開咗傳統投資銀行慣常用常春藤大學畢業生嘅做法，佢將貝爾斯登打造成為業內最不拘一格嘅公司。佢係偏向中意用佢所謂嘅 PSD， 即係嗰啲貧窮、聰明但渴望致富嘅人。愛潑斯坦完全符合上述條件，佢係出生喺康尼島嘅一個工人階級家庭。朋友形容佢係數學天才，鋼琴技藝精湛，而佢最終都冇令格林伯格失望，因為愛潑斯坦真係一個極度渴望財富嘅人。對於愛潑斯坦嚟講，呢個真係難得嘅好運，因為道爾頓學校嘅管理層早已經對愛潑斯坦嘅教學能力就唔係咁滿意，喺學年結束之後就要求佢離職。而依家就唔同啦，佢突然之間揾到一份新嘅工作，年薪大約係25,000蚊美金，大概係19萬4港紙。當年嘅2.5萬美金相當於今日嘅14萬美金，即係大約109萬港紙。格林伯格就視愛潑斯坦為自己嘅得意門生。冇幾耐之後，佢仲邀請愛潑斯坦參加一場晚宴，仲安排佢坐喺自己20歲嘅女林恩隔籬。林恩憶述，佢當時就懷疑呢個係父親嘅設計，兩個人一見如故，好快就開始約會。愛潑斯坦同老闆個女嘅戀情迅速就傳開去，令到佢喺公司裏面獲得某種程度嘅保護。冇耐之後，坦蘭巴姆就成為咗愛潑斯坦嘅上司。坦蘭巴姆就話，愛潑斯坦展現出大量嘅天賦，但係喺1976年尾，佢就接到貝爾斯登人事部主管打嚟嘅電話。原來人事部遲咗核實愛潑斯坦嘅履歷，履歷顯示佢係擁有加州2所大學嘅學位。當時人事部高層就問坦蘭巴姆，你坐好未啊？2間大學都冇聽過愛潑斯坦喎。坦蘭巴姆佢回憶嘅時候就話，當時處境好尷尬，佢即刻問格林伯格要點做好呢？格林伯格嘅回答就係，你應該要好似對待普通員工咁樣一樣對待愛潑斯坦。咁就好難為佢啦，因為以愛潑斯坦嘅人脈關係，實際上佢都唔係普通嘅員工。坦蘭巴姆就召喚咗愛潑斯坦嚟到辦公室，佢就話，你謊報咗學歷。點知愛潑斯坦好平靜咁回答，係啊，我知道。原來佢係未大學畢業㗎。坦蘭巴姆回憶嘅時候就話，當時愛潑斯坦嘅坦白反而讓佢措手不及。坦蘭巴姆就結結巴巴咁問佢點解要咁做。愛潑斯坦就話，冇1-2個令人矚目嘅學位，我知道係冇人會俾我機會。坦蘭巴姆對呢個講法有同感，佢諗翻起佢自己都曾經多次獲得改過自身嘅機會，因此佢都同意俾愛潑斯坦一次機會。
或者呢個係愛潑斯坦第一次因為作弊俾人捉到，但係憑住佢懂得利用權貴做後台，再加上佢出眾嘅口才，咁樣就成為咗佢一生慣用嘅伎倆，亦都好大程度上解釋咗愛潑斯坦點解可以咁快就累積到巨額嘅財富。擺脫咗假學歷困境之後，愛潑斯坦嘅前途就一帆風順。冇幾耐，愛潑斯坦就開始周圍去結識靚嘅女人，因為佢知道用靚嘅女人去同人交際應酬係可以令到自己更受歡迎，增加自己喺社交圈嘅重要性。1980年，貝爾斯登公司就任命佢為有限合夥人，僅次於正式合夥人。當時先係27歲嘅愛潑斯坦聲稱自己係嗰間公司歷史上最年輕嘅合夥人。佢嘅年收入大約係20萬美金，相當於今日嘅80萬美金，即係622萬港紙。嗰時，愛潑斯坦同格林伯格個女嘅曖昧關係已經結束。林恩表示，佢發現愛潑斯坦乜嘢都講大話，但係佢就越嚟越成功。愛潑斯坦經常飛去佛羅里達州嘅棕櫚灘同年輕嘅女性約會。嗰一年，時尚雜誌就將愛潑斯坦評為每月鑽石王老五，稱佢係一個精力充沛嘅人，而且只係同年收入過100萬美金嘅人交往。愛潑斯坦早期成功嘅秘訣之一就係佢同海恩嘅密切關係。海恩係貝爾斯登嘅高層主管，日後更加成為咗貝爾斯登嘅掌門人。根據幾位同事透露，或者係出於妒忌，有傳言話愛潑斯坦幫助海恩追女仔，仲獲得毒品。海恩向同事極力推薦愛潑斯坦，仲開始將佢介紹俾一啲最賺錢嘅客戶。坦蘭巴姆回憶就話，正係呢件事令到佢一飛沖天。佢仲話愛潑斯坦同埋海恩係兩個卑鄙小人。愛潑斯坦每一個禮拜都會1、2次咁放風聲出去，話佢要同某大公司嘅行政總裁食晏。呢啲會面明顯都係海恩安排嘅。沃克係坦蘭巴姆之後成為咗愛潑斯坦嘅上司。沃克推測，愛潑斯坦之所以能夠吸引到呢啲客戶，一部分原因係佢個人魅力十足，另一部分原因係佢當時掌握咗複雜嘅交易策略，而呢啲策略可以幫助超級富豪嘅客人慳返巨額嘅稅。喺1981年初，貝爾斯登公司就開始調查愛潑斯坦。2名高層主管就對佢女朋友獲取 IPO 股份同埋個人貸款嘅問題，就對佢進行咗調查。愛潑斯坦否認有任何不當嘅行為。佢後來就俾咗封信俾佢同事，信裏面就話佢對調查係深感憤慨。最終貝爾斯登就決定對佢罰款2500蚊美金，並且停職2個月。愛潑斯坦唔願意接受呢種羞辱，直頭就宣布辭職。愛潑斯坦喺貝爾斯登嘅5年任期結束咗啦，但係佢並冇打算悄悄咁離開華爾街，而係借用佢喺貝爾斯登累積嘅人脈同埋資歷，為佢日後誘騙客戶同埋進行金融詐騙嚟鋪路。喺貝爾斯登有一位名叫海爾嘅初級銷售員，亦都係前印第安納小姐。對於愛潑斯坦嚟講係一個關鍵人物，佢嘅出現將會帶愛潑斯坦去一個佢從未見過嘅充滿財富、特權同埋無限可能嘅世界。佢介紹咗佢其中一位身份顯赫嘅英國朋友俾愛潑斯坦認識，佢就係尼克尼斯。喺愛潑斯坦離開貝爾斯登之前，佢哋就開始約會。同年佢哋就去英國，喺英國期間，海爾就帶愛潑斯坦去拜訪尼克尼斯。地點係喺尼斯家族位於鄉間嘅莊園，喺嗰度佢哋結識咗尼克嘅父親格拉斯尼斯，佢係一位國防承包商，喺軍火行業同埋英國政府擁有廣泛嘅人物。杜格拉斯對愛潑斯坦一見如故，亦都為佢大開咗接觸英國權貴嘅大門。1982年，愛潑斯坦獲得前同事介紹認識咗斯特羅爾。斯特羅爾係經營一間彈珠台同埋電子遊戲公司。史特羅爾信任貝爾斯登，佢就俾咗愛潑斯坦45萬美金，大約係350萬港紙。呢個數目係佔佢淨資產嘅10%，用嚟投資一項愛潑斯坦所講嘅原油交易項目。斯特羅爾後來透露，唔夠2年，大部分嘅錢就消失咗啦。斯特羅爾指愛潑斯坦就開始逃避佢嘅電話，呢場糾紛最終就鬧上民事法庭。斯特羅爾就話愛潑斯坦係曾經承諾歸還佢錢嘅，
但係就從未兌現。1993年，愛潑斯坦以技術性嘅理由贏咗，法官裁定佢無需要承擔個人責任。幾十年過去啦，斯特羅爾仍然耿耿於懷。佢話佢係卑鄙嘅混蛋。愛潑斯坦之後就不斷重施故技，佢透過自己對金融投資同埋避稅嘅知識，獲得富豪客戶嘅信任，然後就利用對方嘅財富幫自己獲利。喺事成之後，就同對方斷絕來往，繼續尋找下一個獵物。據報道，愛潑斯坦喺1999年嘅個人財富就已經達到1億美金，大約7.8億港紙。佢經常利用年輕嘅女仔吸引富豪同佢來往，佢嘅女友、情人甚至前任都幫助佢巴結富豪，無論係有意定係無意，佢哋都係助紂為虐，幫助佢建立一個性交易網絡，最終導致數百名少女同埋年輕女性落入佢嘅魔掌之中。雖然傾生意都會有一班靚女嘅陪伴，但係愛潑斯坦無所不用其極，就連未成年嘅少女都唔放過，將佢哋作為籌碼去巴結富豪。一般正常人都知道，未成年嘅少女心智係唔成熟嘅，成年人係唔應該喺佢哋呢個時候去誘使佢哋做埋啲唔道德嘅交易。但係愛潑斯坦冇好好咁保護呢啲未成年嘅少女，反而就喺佢哋心智唔成熟嘅時候去誘惑佢哋，咁係最令人憤怒。呢個故事係始於貝爾斯登，愛潑斯坦就係喺嗰度學得點樣去贏得權力同埋運用權力。即使喺佢暴露咗真面目之後，呢間機構仍然繼續縱容佢。40幾年過咗啦，坦蘭巴姆仍然後悔當初冇捉住機會去終結愛潑斯坦嘅職業生涯。坦蘭巴姆慨嘆話：我當時冇意識到，我正係打造緊華爾街嘅另一個怪物。大家對今條片有咩睇法？留言話我知啊！未訂閱我嘅朋友，請撳訂閱呢個掣，再撳埋全部。咁當以後我有新片上嘅時候，系統就會通知你，咁你就可以免費追蹤我嘅影片啦。